穆迪計好晒時間，喺上個星期五美股收市之後，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由 AAA 下跌至 AA1，即係預計美國財務狀況惡化，使嘅錢多過賺嘅錢，導致還唔到嘅債嘅機會上升。就好似你收入呢20000蚊，但係你要找24000嘅卡數，咁你係咪要賺多4000蚊先夠還卡數呢？咁呢一個呢，就係機構預計美國政府未來嘅情況啊。咁呢美國財長呢，即刻覆佢啦，咁就話啦，其實穆迪都唔係咁可信嘅。作為我哋小市民啦，投資美股，當然最擔心就係美國信用下降，會唔會令到美股出現恐慌性拋售呢？萬一真係出現股災，如果你上次關稅戰暴跌嘅時候你冇買到貨，嗱，今次機會嚟到啦，咁應該要買咩貨呢？咁呢一條片呢，就會為大家去解話。不過都要提醒翻咁多位啦，咁發仔只係會揀優質股嚟買嘅，而且買完之後呢，就唔會放噶啦，至少儲住升1-2倍先考慮放嘅，係長期投資嚟嘅。咁如果你係我嘅同路人呢，咁你就先好再睇落去啦。首先我哋回顧翻歷史，曾經出現過2次美國主權嘅信用評級下調嘅，咁發仔呢，就以 S&P 指數升跌為標準去睇啦。最近嗰次即係2023年嘅8月1號，三大評級機構之一嘅惠譽將美國嘅評級啦由 AAA 調到 AA 加，咁當時就即刻出現咗股債雙殺嘅局面，美股呢，就由8月份嘅高位4587下降咗大概10%，維持3個月左右啦。咁11月份呢，就開始反彈冇回頭，即刻破頂去到6100點啦。另一次評級下降呢，就係標準普爾機構發動嘅，咁喺2011年呢，亦都係將美國主權評級債務啦去到 AA 加嘅。當時美國 S&P 指數就由1300多點啦下降咗大概18%，嗱，個幅度呢都幾大嘅。咁如果以按照呢個幅度下跌啦，即係依家上個禮拜五嘅收市價就係5958，咁就會回調去到4885啦。即係話出現另一次入市機會，咁所以喺發仔嘅角度睇，如果你今次真係 miss 咗個關稅戰啦，咁今次咁好彩又再跌多嘢嘅，真心唔好錯過美股倒車接人嘅機會啦。嗱，咁不過呢，發仔都留意到，其實好多朋友仔都擔心美股可能會出現金融災難級別嘅暴跌喎。嗱，即係金融海嘯 S&P 呢跌一半嘅喎，而家大家都真係好憂慮美國真係會出事。首先美債冇人埋單，好多國家拋售美債，包括中國、日本等等。嗱，如果冇人借錢俾美國呢，美國政府隨時會破產啊！即係連政府官員呢嘅人工都出唔起。咁為咗解決呢個問題，特朗普搞咗一場大龍鳳關稅戰。咁股神巴菲特就話呢個關稅戰係一個無差別嘅宣戰行為，效果呢都係一般般嘅啫。反而令到政策嘅不確定性同埋國際關係惡化，令到大家無所適從。簡單啲嚟講就係亂啊！關稅戰疏遠咗傳統盟友，例如歐盟、加拿大嘅關係，國際合作又好似受阻咯。甚至乎有人直言呢，美國喺全球嘅影響力下降。咁喺呢一個局勢呢，難怪市場一片睇淡嘅喎。好多投資者都擔驚受怕啦，就驚美股呢再崩盤啦。長線上升嘅機會呢就不在，經濟都一蹶不振。嗱，例如啦，企業信心好低迷啦，導致2025年第一季美國 GDP 嘅年率下跌0.3%。發仔今日就嘗試用呢個維持美元領導地位嘅角度去睇唔同嘅國際事件。咁喺以前嚟講啦，美元霸權嘅時代，美國人係唔怕使錢嘅。嗱，因為假設美國人去咗旅遊，又或者買物業，例如去日本買咗一個價值100萬美元嘅樓，咁日本係好大機會將佢嘅得益呢買翻美債，咁即係話美國使咗佢嘅錢就會回流翻去美國，咁所以美國人先使未來錢，越使越有錢啊！即係話你去揈完揮霍完呢，其他國家人民就會辛苦打工交稅俾政府去買美債。即係話繼續借錢俾美國嘅人去揮霍，繼續去揈啦。咁所以呢，美國人嘅存款率係好低嘅，佢亦都係有資格咁樣做，因為有其他國家嘅人去幫佢埋單。所以啦，美元呢係掌握喺美國政府手入邊嘅，住喺美國嘅人民資本家長賺長有。
不過依家買美債嘅人少咗，咁美國政府嘅關注點就係點樣將美元鎖喺美國，唔再俾佢流失。首先佢可以做嘅就係將美元貶值，令到佢原本手持美元嘅外國人繼續投資美國，因為如果佢想換走美元呢，就會蝕咗個匯價。即係我舉個例子，例如之前100蚊美金呢，可以換到730蚊人民幣嘅，咁依家可能淨係換到700蚊啫，甚至乎歷史上最低呢，可以去到換600蚊嘅。咁個差價呢，就由幾十蚊至到100蚊人民幣不等，所以貶值能夠防止美金流走，因為外國人一走呢，你就要蝕住走，你只係能夠留美金喺手繼續玩埋呢隻 game 落去啦。貶值係一招，第二招呢，就係吸引外國人投資美國。投資美國啦，要用到美金嘅方法有好多，其中一招就係推升美股。美股嘅長期持續上升，即係表示世界各地嘅投資者覺得美股係有利可圖啊，咁佢就會用本國嘅貨幣去換取美元，再投資落美股身上，咁就造就咗美股百年長期向上嘅奇蹟。即係話世界各地不斷捐血俾美國，咁美股嘅生命力就不斷膨脹啦。咁而最近特朗普嘅關稅戰呢，亦都係大同小異嘅方法，將美國本土嘅利得稅下調，再大幅增加關稅。嗱，如果外國嘅牌子想賺美國人嘅錢，咁佢就要投資美國，喺本土設廠。咁呢一招呢，其實就係將啲資金鎖死喺美元嗰度。因為企業一設廠，其實代表佢付出咗好多固定成本喺入邊啦，同埋要請返美國嘅公民，咁參與呢一場美元嘅遊戲，咁錢呢就會去返美國手上啦。政府出到糧，還到債，美元呢隻 game 繼續玩落去。嗱，呢啲分析呢就大概去到呢度先，因為要講落去呢，可能幾日幾夜都未講得晒嘅。重點呢就係以上嘅分析，又或者係你網上見到唔同 KOL 嘅分析啦，有幾多真係對你投資有幫助嘅呢？依家成個大環境咁混亂，又話出現第二次印巴戰爭，咁美國政府係咪可以將美元回流到美國呢？其實都真係未知之數。如果有咁多嘅不確定性去判斷美股嘅走勢，再決定你嘅投資方向，你會唔會感到迷茫？其實啊，你只要生存咗美股市場2年以上，你都會發現啊，無論自己嘅分析係啱或者係錯都好啊，其實都係得一個結論嘅啫，就係股市我哋唔係可以控制到啊。即係正如啦，老闆嘅心情我哋都控制唔到，女朋友親戚報道啊嚟 M 啊，對住你無理取鬧，你都未必控制到啦。身邊嘅一個人我哋都控制唔到，更何況係咁複雜 N 倍嘅國際大事呢？咁我哋可以控制到呢，其實我哋嘅反應啦，好似你面對女朋友嘅無理取鬧，你愛佢嘅，咪當係打情罵俏咯，因為佢真係好信任你啊，先會將情緒喺你面前釋放嘅啫。但係如果你覺得佢好 L 煩啊，咁即係話可能你對佢嘅愛就越嚟越少啦。以上呢兩種反應冇話啱定係錯嘅，只不過係反應決定咗你嘅行動，再決定你嘅結果咯。嗱，咁如果我哋將呢一個 concept 套用翻股市上邊，我哋未有足夠嘅認知去理解股市突然間升啊或者跌啦，咁你嘅反應呢，其實都冇啱定係錯嘅，只不過會導致你嘅結果會唔一樣咯。即係好多人關稅戰期間忍唔住割肉止蝕股票，咁而發仔做出相反嘅動作，喺低位撈貨儲貨，咁最後出到嚟個結果呢係會唔一樣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要長贏，係好需要有一套投資策略去限制自己嘅行動，避免自己對股市有過激嘅反應啦，跟住就出現好唔理性嘅止賺或者止蝕。而我嘅其中一個策略就係限制自己喺高位接火棒啊。幾時先唔係高位啊？就係股災嘅時候，咪一定唔係高位咯。咁所以呢，我只會喺股災嘅時候先開始買貨。咁而我嘅定義呢，就係一定要係大部分優質股票由歷史高位下跌至少25%呢先至股災嘅。咁 ETF 呢，就可以寬鬆少少，下跌20%，我先至考慮會出手。咁呢一個呢，就係我個人俾自己嘅限制啦。咁成功令到發仔喺今次關稅戰低位買到自己想要嘅貨都幾爽㗎，包括 SPY、Tesla， 仲有好多唔同股票 ABCDFG 呢啲啦。因為最近機會都好多，咁所以發仔都忍唔住開咗一個100% 免費嘅2025年發仔股災儲貨 TG Group。入到 group， 發仔即刻會送你幾隻2025年股災必買嘅股票，
咁你有咩問題呢都可以隨便問噶啦。咁我得閒見到呢就會去答。嗱，記住啦，我嘅方法呢係長期投資，每買一隻優質股，起碼要等佢升50%，一倍兩倍先考慮止賺嘅。咁你有興趣就喺影片嘅描述欄又或者討論區入谷啦。By the way， 如果你想要短時間爆升又或者暴富嘅話呢，咁我嘅方法呢就未必啱你咯噃。如果你覺得我嘅分享係啱你口味嘅話呢，請你 like 啦、subscribe 同埋 share 出去呢一條片。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